住喺呢度同住喺澳門有咩分別啊？銀碼分別咯，澳門賣緊幾錢？呢度賣緊10萬蚊嘅首期，而且佢嘅 view 根本冇得輸啊！我哋睇下前面就係澳門半島啦，跟住左手邊慢慢過去，你可以睇到拱北嘅人行濱海中心、港珠澳大橋，哇，真係靚！再睇翻呢一邊十字門同埋橫琴嘅金融島，全部望晒啊！珠海市區中心嘅頂豪，而且係全屋豪裝交付標準嘅。你而家睇到嘅咧，全部都係交標。大金嘅中央冷氣、背景牆，跟住吊頂啦，同埋我哋呢種實木門鞋櫃，全部做晒俾你，而且係現樓狀態。U 型嘅大廚房，西門子嘅3件套，到時候全部冚唪唪唥都會裝好俾你。97個平方嘅南向3房，而且係望一線濠江景、澳門景嘅景觀啊！呢度翻澳門真係唰一聲就到噶啦。乾濕分離3段式嘅衛生間，包括隔離嘅兒童房都係四正正、方方正正。隔離仲有間兒童房，咁呢個兒童房嘅視野咧就係望翻十字門同埋橫琴嘅景觀。主人房步入式嘅衣帽間全部同你做好晒，包括帶埋一個獨立衛生間，同樣係望景嘅。包括呢一邊，你幻想一下，每日瞓醒就可以望到咁靚嘅濠江景同埋澳門嘅景觀。10萬蚊嘅首期輕鬆上車，感興趣嘅朋友評區留言3條8，我 send 資料俾到你。